这两条分别服务新市区跟新化区。新市区比较缺乏往西边安南区的棒球场啊，或者是安南医院。这次我们新辟的服务的新市区的这一条呢，主要是把新市区这个市区的这些长者啦，这些这个学生啊等等的服务呢，往西边走那所以可以服务到新市火车站，可以去和顺转运站，还有安南医院。因为新化区目前已经有2条小黄公车路线，新化本来就是公共运输的枢纽，所以我们这次也利用小黄公车机动性高的这个特性，那开设了这个新化区内的循环式的小黄公车路线，可以让新化区的居民呢，透过这个路线来到新化总站，再转乘这个绿干线以及其他的绿支线我想对于居民的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的缺口的补足也是非常重要。小黄公车它可以开进去比较小型的社区里面，去接送那些行动不方便的长辈去买菜啦、就医这样子服务，这样比较便利民众这样子的服务。这小黄是做好的啦，小黄公车的车位的车费是公车的价钱26块起条咱新化有这条干线感觉做好啦。咱也要去婚宴啦要买菜也要去迎空方面拢做需要。像阮太多城去咧婚宴，咱就当坐咧去婚宴学生来上学的一个方便使用，再来真大的效益是咱区内的中者不管是要来市场也好要去来就医也好还是拄好有代志要来出外，拢会当来使用这种小黄公车所以这种小黄公车开通对阮新化来讲地方期待已经足久啊。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2、1，大台南小黄公车绿33、绿34正式。小黄公车是满意度高达90%以上的民众最满意的公共政策，所以呢，对于台南民众来讲，因为地理比较大，面积又广，所以我们需要服务比较偏乡那但是运量又没有达到非常聚落人没有非常多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用小黄公车来取代大型公车，取它的灵活性、机动性跟它对于环境比较友善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对于民众来讲，享受也升级了，从大客车大巴士变成了这个小客车享受升级。对政府来讲，费用减轻；对业者来讲这个生意又做得到。所以说可以说是多赢的局面。我们实时检讨、实时优化，能够采取固定班次之外，也采取预约制，能够让民众都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搭乘。那这个尤其是采用敬老卡的话，是无限里程免费这中间连接了转运站，连接了火车站，又连接了这个医院或者是棒球场，这些对于民众来讲都是非常适合的。欢迎大家来搭乘小黄公车。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0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距离年底选举倒算100天，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特别举办记者会，宣布40周年党庆的系列活动。市党部主委林志典、市长黄伟哲、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以及多位议员甲团队共同出席，展现团结的气势。为了替年底选举加温，也庆祝民进党创党40周年，台南市党部将伫咧9月5号、6号分别伫咧安南区以及新营区举办4代祖孙同乐会，邀请乡亲做伙来庆祝，呼应民进党行过40年的民主日程。民进党党庆40周年，生日快乐！40年来，民进党一直交咱台湾人民徛做伙。为民主自由做伙拍拼，过去咱的民主先进为着民主的牺牲甲贡献，咱大家一定袂使放袂记。这次，咱的活动，要用欢喜甲温暖的方式，来庆祝咱的40周年。
为营造全民同乐党庆氛围，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也延续飞飞节节去年路园的概念，打造台南非常幸福，以及台南火车头主题去年路园，邀请大小朋友做伙来佚佗。今天是我们选战的倒数100天，所以呢，我们在这100天，我们利用最重要的关键日子，然后呢，公布我们今天党庆40周年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我相信台南一定不能缺席，而且台南是民主圣地。甚至是我们一定要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不是所谓的政治，而是用一个让全家1代、2代、3代、4代都可以回到自己一个家的感觉。这也是我们未来跟我们所有的团队，包括我们的黄伟哲市长、我们的主委跟廷飞，还有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伴们一起希望营造的一个家的感觉。所以我们有非常幸福，台南非常幸福，我们的气垫，火车头的气垫，这个都是首创首发的，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家的感觉。甲咱台南是一户二路3帮街，一户的感觉。两间活动除了有准备气垫游乐设施，也有安排卤面、爆米香、豆花、烘猪肉等美食，让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得欢喜，耍了尽兴。市党部欢迎大家9月5号会当前往安南区的华古夜市。9月6号到新营南营的都省，做伙来佚佗，庆祝民进党40岁生日。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针对年底选举，未少参选人嘛伫个选举送人的物仔顶面下功夫。中西区赤坎里长参选人张景华打破传统的路线，将赤坎城地图引起去开信顶面，希望民众莫用过的单调。嘛要互大家透过日常用品，重新来认识府城历史。甲居民热情互动，赤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根华将再度挑战台南市中西区赤坎里里长选举，这回甲选举小物、甲地方文化结合，甲如果我是知县城地图作者合作，推出有府城历史特色的文化开线。这次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文宣小物啦，因为每次选举都会制造蛮多废弃物的，然后想说就是我们跟作者拿了这张陈词图的版权，然后把赤坎里的范围我们把它框出来，红色地方就是赤坎里的范围，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他们自己住在哪里，然后其实就住在城内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跳脱传统，和小物兼具实用性甲地方特色，赤坎里为一个府城核心，固定古迹赤坎楼，还有树顶大天后宫、树顶武庙等历史悠久的庙宇，拢伫咧里内。后壁还有一段话，阮是专长的府城囡仔。我们台南府城的食物都甜甜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标语这样。正南跟正东住在水仙宫，所以有很三郊，三郊其中一个郊就是唐郊，其实跟民权路跟这一带其实关系都非常的有渊源。透过文化开线设计，和大地对不只是地质概念，而是会当变成居民对地方历史甲文化的认同。协会这几冬也成功争取运动爱台湾等计划资源，安排路人运动、社区健行等活动，让赤坎里不只是历史社区，也会当成为居民认捌家乡、安心生活的社区。台南新闻收回采访报道。议员曾志杰服务处主任谢宏斌，伫2025年经手调解案件超过600件，协同调解成功的有149件，经由东区区公所提报，核定得到行政院长奖。这嘛是谢宏斌连续第7档得到这个奖项，真正是无简单。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前往服务处祝贺表扬。台南市长黄伟哲、副市长姜林宏前往议员曾志杰服务处颁发红包，因为服务处主任谢宏斌连续7档得到调解之优奖、行政院长奖。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不仅是曾杰服务处的光荣，也是我们台南的光荣。因为一个人在8年来可以说协调调解成功，这么多案件解决这么多民怨，而且让民众都得到满意的答复，这是非常不
不简单。宜兰服务处一档的协同调解案件大概就有600多件，去年调解成立的149件，也阁无包括已经进入法院的案件。谢宏斌将事调解工课已经23档，有上强公道白之称，减少民众拍官司，对着整个社会和谐有相当大的帮助。其实所有的调解案件呢，不是3言2语就可以来完成的圆满的，那也不是每一次调解的圆满呢，其实大家心里真的是得到满意的。那但是呢，我们主任都很愿意用他的爱心、耐心还有专业来协助双方，希望可以达到共识。那光这一点呢，我们就觉得社会大众值得来肯定他。必须要有经验来累积啦，真的很劳心劳力啦。要完成的话，我会善尽说做一个主任的责任，为民服务，这是义不容辞啊。随着时代变迁，市民对自身权益愈来愈重视，调解工课也面临更多元、更复杂的挑战。谢宏斌表示，调解不只是协助双方解决纷争，更重要的是伫咧拍官司进前，给一个理性沟通、体谅的机会。希望未来会当有较侪少年人投入调解工课，让这份守护社会和谐的力量持续传传落去。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迎接9月3号军人节，台南市政府今年再度推出9月建军月，跨局处号召在地9大类超过100间的店家推出免费坐公车、洗古迹、消费折扣、满月送赠品等等的好康。欢迎现役军人9月份休假，拢来台南放松佚佗。但市为了表达对国军上深的敬意，将9月建军周扩大为建军月。市长委托家属配合的局处提前召开记者会，宣布号召9大类超过30处场馆、110多间商家以及40多间的饭店、旅馆业者共同响应。只要认清楚打着我建军我优惠的标章，拢有专属的好康。欢迎全台国军英雄拢来台南放松佚佗。今年是第2年，那去年实施的反应相当好，所以今年又扩大实施，包括夜市、包括旅馆、包括这个商圈都纷纷加入。在去年2025年，大概只有以公有场馆为主，今年又加入许多的民间的这个业者跟工协会来参与，我们表示非常感谢。9月建军月，欢迎大家来台南来表示进军。市府期待透过实际优惠来慰劳国军，当然嘛希望借此带动台南日手的观光经济。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化脓性中耳炎初期会当采用药物治疗，但若是效果无好，或者是合并胆脂瘤，医师就建议爱做手术治疗。透过微创精准的耳仔内视镜手术，不但空脆小，而且恢复快速，避免听力持续恶化，甲并发症的发生。慢性中耳炎是指中耳腔持续发炎超过3个月，常常伴随着耳膜的穿孔。常看的症状包括耳孔流脓、甲听力的下降。化脓性的中耳炎患者伫感冒、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耳孔入水的时，容易诱发急性的发炎，并且出现流脓的情形。卫福部台南病院耳鼻喉科的医师黄义婷表示，化脓性的中耳炎初期会当使用抗生素的耳滴剂，或者是局部的治疗来控制感染。但如果药物控制效果无好，或者是合并有胆脂瘤，这是建议爱来手术治疗。慢性中耳炎的患者，他大部分的症状都是以耳朵会流脓，然后有些臭味，甚至耳朵闷的感觉，然后听力逐年下降的一个症状。那甚至有些患者会有晕眩的情形。
那耳内视镜手术的主要的手术的目的就是将耳朵中耳腔里面发炎的物质完整的清除之后，将耳膜做一个修补，让患者的耳膜可以长起来之后，让中耳腔跟外界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隔绝，就不会有这样子慢性发炎的情形。耳内视镜这个手术的应用上，最常使用的适应症是慢性中耳炎，那通常都是有耳膜有破裂的情形，或者是说甚至比较严重有胆脂瘤的患者。那使用耳内视镜的手术的话，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微创，然后伤口非常的小，恢复比较快，手术时间也比较短，住院时间也可以缩短到1到2天的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医师表示，传统的手术大约是对胸腔的压迫来切开，孔喙大约有5公分。手术后需要头部来包扎，大院甲你恢复的时间较长。近年来，因为耳内视镜微创手术渐渐普及，不但孔喙小，恢复嘛紧，不过手术也是有一定的适应症。医师建议，在选择治疗前，应该甲专业医师来讨论。才用个制定适合患者的治疗方式。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唔免靠街道领调，也免靠网络宣传，只有靠着一味特chế老路，生意就做甲强强滚。位伫高雄凤山的古早味控肉饭，每一天也未到营业时间，店家就无闲袂煞。为什么这间在地控肉饭会遮尔受欢迎呢？透过镜头，带恁做伙来看卖。早上10点多还不到营业时间，店里却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店内众人分工合作，从盛饭夹菜到打包便当，一刻也不敢停下。虽然员工们动作迅速，配合默契，但却难以赶上顾客们的热情订购。眼前堆叠如山的餐点和不停涌入的订单，也让小店从营业前就呈现十分忙碌的景象。他们一开始开店我就有来了，然后到后面规模越来越大。味道都一样，都没有变，哎呀，蛮好吃的。之前来的人都蛮多的，哎呀，都要等一下。常来，控肉跟酥小腿，就这2样比较多。控肉饭，还有贡丸汤，比起一般小店家吃起来，更加喜欢他们店的味道。我之前也是，就是过了午餐时间来，还是都有人。应该是说我们都蛮平均的啦，然后因为这附近临近医院，所以的话蛮多院内或者是一些加工区的部分的话，他们会很愿意订我们家的便当。开业至今将近7年的美食小店，卖着古早味的控肉饭、腿裤饭，不仅能依照客人的口味喜好进行肥瘦的选择，内用还有免费的冬瓜茶可以搭配用餐。小小的店面虽然外观不太醒目，也没有位在繁华热闹的街区，依然能靠着一锅老卤成功的闯出名号。我们的腿裤控肉，所有你看到的卤汁的餐点都是我们的特制老卤做出来的这个是我先生自己研发的。我们的话都是新鲜的后腿肉，然后还有这些都是温体猪，所以它的味道本身就是会有猪肉的鲜甜，所以不用再去额外加一些人工的色素香料去做一些提味的部分。每天慢火熬煮的锅中卤出的不只是控肉与腿裤的香气，更是老板多年来始终如一的坚持。从用料、火候到每一道制成都毫不马虎，也让这份色香味俱全的古早味美食，在饕客的口耳相传间累积出好口碑。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桃园市妇幼发展局发表115年度上新的桃姊妹礼盒，推出黄金泡菜甲小鱼干贝酱，展现妇女培力的成果。市府嘛邀请民众用实际行动支持桃姊妹品牌，让更加侪女性发挥专长，展现自信，嘛传递温暖甲力量。桃园市妇幼局日前发表115年度桃姐妹礼盒新品，推出黄金泡菜跟小鱼干贝酱等特色商品，展现妇女培力成果，广邀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妇女培力及桃姐妹品牌发展，让更多人看见女性的技能与价值。桃姐妹的新品礼盒发表会，这是我们每一位姐妹们支持向上的力量，让每一位姐妹用她们自己的专长，让她们成为家庭另外一个稳定安定支持的力量。也希望我们市政府跟民间企业团体能够成为他们安全稳定支持的力量，让每位姐妹的礼盒能够销售业绩长虹。
这次推出的2款新品，从原料采购、调味到最终成品，都是姐妹们不断改良尝试后的成果。或许有人觉得做这些很简单，但要做到美味跟十足的用心可不容易。我们妇女培力中心呢，继去年的礼盒之外，我们今年推出新的产品，一种就是我们的黄金泡菜，另外一款是我们的小鱼干贝酱，有辣跟不辣的2种口味。那这个虽然看似是在我们市面上常常会看到的，但是这里面呢，除了这是有个别的温度，是我们姐妹精心制作所做的一个用心以外，其实他们的口味也非常的特别都是经过不断的改良过，跟市面上的产品有它的区隔，他们是都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等等，非常的天然，那也非常的这个用心，还有这真材实料，欢迎大家可以来试吃。好姐妹不仅是一个品牌，更象征妇女彼此支持、携手成长的精神。姐妹王嘉玲表示，当初来到好姐妹，就是不想跟社会脱节，强调走出家门真的很重要。当初会来这边，基本上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生病，然后疫情，然后几乎都在家，就是长期育儿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啦。然后也觉得说不想要跟社会脱节，所以我在网络上就是去搜寻这样的机关，那也刚好遇到好姐妹。对，然后来了这边之后，我觉得说走出家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要学习，如果你想要，就是你对于现况不满的话，先走出家门，才有办法看到就是未来的光。记者会现场，联系医院也承诺挹注15万元采购，以实际行动支持好姐妹品牌产品。今年除了推出礼盒，也同步推出小包装产品，满足送礼跟自由需求。期盼透过更多民众的支持，让妇女培力的成果持续被看见，并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人。记者赖伟一台报道。南台湾上大的清水落雨。全台上大室内全龄落雨，以及全台上大美食卖场，为今年5月底到8月份陆续开幕，也为高雄轻体验线带来更加多人潮。随着旅客增加，不止带动临近车站的运量成长，运量的排名也可望重新洗牌。在高雄轻轨的38座车站中，过去以转乘站、周边有知名景点或商场的站点人潮最多。其中可转乘高捷奥斯底站的C24爱河之星站，去年就拿下全线运量冠军。不过，今年随着沿线清水乐园、室内全龄乐园及全台最大美式卖场陆续开幕，娱乐效益持续发酵，也渴望带动轻轨运量再攀升。对，都很方便，就是交通都很便利，你坐轻轨、捷运。还有公车什么都很方便。如果这边的生活机能都弄好的话，我会乐意来选择在这边，这边居住啊、工作这里会比较方便，交通便利优先考量啊，还有生活机能也很重要。反正都到处逛啊，所以轻轨就很便利，很好，很方便。随着这些指标性设施陆续启用，高雄轻轨沿线各车站运量也渴望重新洗牌。目前临近新兴景点的车站运量已明显成长，其中C8站较去年同期增加24.2%，C7站大幅成长50.5%，C6站也增加22.4%，显示休憩娱乐效益已逐渐反映在轻轨运量上。高雄轻轨沿线有南台湾最大清水乐园、全台最大好事多，以及即将迎来全台最大室内全龄乐园，从今年5月底到8月陆续开张。串联这些指标设施的高雄轻轨将越来越好玩，各车站的运量也将重新洗牌。目前车站运量成长明显，C8站比去年同期成长24.2%，C7站成长50.5%，C6站成长22.4%。高雄轻轨不再只是通勤交通工具，也逐渐成为串联城市观光与休闲生活的重要路网。未来各车站如何吸引更多人潮，带动周边发展，将成为高雄轻轨运量成长的重要观察指标。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
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